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有一个以卖毒甲绑票来趁钱的武装组织。这几日因是小连续去攻击警察局，还有军营，造成3个警察、7个军人死亡。总统即马是已经下令要出动军方来压制。哥伦比亚军方警员检视路边遭到攻击的军车，车身已经烧到乌麻麻，车链也被炸到，唔知去倒位。19号发生代志地点在哥伦比亚北部的阿瓜奇卡和委内瑞拉边境，有7个兵伫 ELN 游击队的炸弹攻击当中死亡，另外30人受伤送医。Habíamos terminado de formar y de un momento a otro se escucharon los estruendos y todo el mundo empezó a correr, a gritar y cuando nos dimos de cuenta nos cayeron los explosivos cerca。进前10日，伫哥伦比亚南边的大城卡里，是传出警察局遭到攻击事件。警方根据犯案手法，初步检判是 ELN 游击队所做的。Al dictamen que tenemos de los artefactos explosivos que utilizaron estos terroristas corresponde al perfil criminal que utiliza el 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。全名是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的 ELN，1964年成立了后，那奉行古巴的共产主义路线，国家委内瑞拉前后金领袖查韦兹甲马杜罗密切往来。当时 ELN 也用贩毒、绑票卡油来牟利。活动范围伫哥伦比亚1/5的城镇，几十年来一直甲政府军的交战。哥伦比亚因讲是拉丁美洲上大的毒品产地，嘛是游击队出身的总统佩佐上任了，原本打算甲游击队谈判来化解冲突，但过后美国川普政府认为打击贩毒集团无够力，遭到制裁。这摆美国讲要攻打委内瑞拉，个经过下一个就是哥伦比亚。ELN 表示，攻击军警是表达反美的立场。佩佐总统伫美方压力之下，决定用军事手段对付这个甲贩毒挂钩的游击队。公司新闻，齐安人评论。